各位好朋友，真係好開心可以同你哋傾下偈，講下心底話。你知道嗎？我慢慢發現咗一件好重要嘅事，就係永遠唔好強迫身邊嘅任何人去覺醒啊！就算你自己已經活得幾咁通透，認知幾咁高，境界幾咁超然，你都千祈唔好刻意去點醒任何人。相信我，真係冇用㗎。無論係邊個，你嘅父母、伴侶、兄弟姊妹，定係你好友好嘅朋友，每個人嘅出身唔同，經歷嘅嘢唔一樣，遇到嘅境況都千差萬別，咁自然就會有唔同嘅認知立場同睇世界嘅角度咯。你講俾佢聽幾多，嗰啲道理都仲係你嘅，只有等佢自己親身經歷過、體驗過、狠咁跌過、痛過、被傷害過之後，由佢自己內心深處真正悟出嚟嘅，先至真正屬於佢自己㗎。仲有啊，當你嘅內心足夠強大嘅時候，你先至能夠做到真正嘅平靜。你會發現自己變得越來越平和溫柔，個心入邊嘅核心嗰種穩定感會越來越實在。你唔再咁容易俾任何人嘅情緒影響到，你嘅能量會越嚟越高，自然吸引力就越嚟越強，遇到嘅人都會越嚟越優秀，做起事上嚟都會越嚟越順暢。真正嘅高手都係打明牌㗎，唔需要偽裝㗎，肯將自己最真實嘅一面展現出嚟，係一種勇氣，更加係一種獨特嘅魅力。肯以本色示人嘅人，內心必定有份沉穩同堅定嘅力量㗎。你有冇發現呢？一個人越靜，佢嘅定力就越深，意念力就越強。喺班人入邊，嗰啲跳跳紮、左穿右插，好似好生猛嘅人，通常都唔係主角嚟㗎。真正話事嗰個，反而係氣場最淡定、最靜嗰位。道理好簡單㗎，出面睇落去花里花碌、嘈喧巴閉嘅，好多時都只係表象嚟㗎。簡單低調嘅靜先至係勁人嘅本質。天地間嘅道理都係靜雞雞咁行㗎，循環唔停，就好似面頭平靜但深到摸唔到底嘅水流咁。世間眾生忙忙碌碌，真正有料嘅人反而唔會多聲氣，有光但唔會刺眼，水靜到極點，水底嘅嘢自然睇得一清二楚，心靜到極點，智慧就會自己走出嚟㗎。人只有個心定落嚟，意念先可以穿過啲複雜嘅表面，掂到件事嘅本質，激發出無限嘅心靈智慧。而家個社會真係太浮躁，個個都急到火燒心，想賺快錢。但你要知，你一急就會亂，一亂就會錯，錯得多咗，你必定會失敗㗎。靜係可以駕馭躁動㗎，你身上嗰啲煩躁、焦慮、急躁，其實都可以靠修煉靜心嚟修正㗎。當你收到一顆靜心，面對嗰啲浮躁嘅人嘅時候，自然會處處佔上風，時時掌握先機㗎。世事咁浮躁，我哋反而更需要讓心安定落嚟，修養出自己嘅正氣，滋養出嗰份珍貴嘅貴氣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就係唔好咁在意人哋點講你、點睇你，嗰啲係人哋嘅事，同你冇關係㗎。將你所有時間同精力全部擺喺提升自己、投資自己度啦。記住，一日、一個鐘、1分鐘都係你嘅生命嚟㗎。咩叫我命由我不由天？就係你要學識隔走晒所有雜音同雜念，專心對住眼前嘅人、手頭上嘅事、腳下嘅路。其他嗰啲已經過咗嘅，或者仲未發生嘅，同你冇關嘅嘢，望多眼、聽多秒，都係嘥緊你嘅生命啊！將你有限嘅生命浪費喺無限嘅煩惱度，唔單止好蠢，仲好陰功添。專注力先至係最勁嘅屏蔽力㗎。將個心放喺一處，冇嘢係做唔成㗎。成日保持一心，努力去揾自己條路啦。仲有要學識允許一切發生啊，允許自己犯錯，允許自己失敗，允許人生唔係完美嘅，接受遺憾先係人生嘅常態。華法師講得好好，你以為錯過咗遺憾，其實可能係幫你避過一劫㗎。唔好太貪心啦，你唔可能乜都擁有，但亦都唔好灰心，你唔會乜都冇㗎。所願嘅同所不願嘅，不如心甘情願去接受；所得嘅同所不得嘅，不如心安理得去面對。人生如戲，其實都係一場天意，冇話乜嘢係如意嘅人生，只有睇唔開嘅人生㗎。真正嘅通透唔係去對抗，而係允許。你對抗咩，咩就會存在；你容許咩，咩反而會消失㗎。生活就係自己痛自己開心，探明自己個心，咩問題都會有解決嘅方法。格局少嘅人呢，好易嬲，中意抱怨，
成日同人爭鬥，真正聰明嘅人都明白，人要爭氣，千祈唔好淨係識得生氣，抱怨從來都係弱者嘅藉口，而強者將改變當成自己嘅武器。有格局嘅人，遇到事唔會牙木咁憤怒，唔會一味咁抱怨，唔會同人互相撕咬，而係會控制自己嘅情緒，會嘗試去改變，會學識互相成全。格局大咗，人生自然就會順暢好多；格局細咗，坎坷就會多好多。氣度變大咗，抱怨自然就會變少；胸襟變闊咗，條路自然就會越行越廣。人生好多問題啊，其實唔係嚟自內界，而係嚟自內心㗎。唔好被困喺自己嘅感受入面，要學會活在事實之中。放大人生格局嘅關鍵就係在於不斷咁打破自己，跳出自己固有嘅框架。你每推倒一堵牆，人生就會多出一條路㗎。最後想同你講，真正嘅強大唔係忘記，而係接受分道揚鑣，接受世事無常，接受孤獨同挫敗，接受突如其來嘅無力感，接受困惑、不安、焦躁同遺憾。調整好自己嘅狀態，揾返繼續前行嘅力量，成為更好嘅自己。人要接受自己嘅有限性啊，容許自己真心相待之後嘅順其自然，容許全力以赴之後嘅事與願違。喺你最閃耀嘅時候唔好驕傲，喺你最糟糕嘅時候唔好氣餒，喺你最平淡嘅時候唔好放棄。接受發生喺你身上嘅一切，先可以令你嘅內心變得更加強大。所有你以為過唔去嘅坑，終有一日會成為你登上頂峰嘅台階㗎，記住啊，加油！